欢迎兄弟姊妹，大家早平安。咱对敬拜赞美，咱看到咱的细囝，因参与伫咱的敬拜，但毋是干那咧表演，是要互因伫细汉的时阵就知影敬拜天顶的上帝，知影因是上帝所创造、上可爱、上帝的祝福的细囝。因要伫细汉伫教会受造就。就亲像圣经所讲，耶稣伊的智慧甲伊的心量，拢平平地成长。这是伫教会成长的囡仔上大的恩典甲福气。咱也要用主的话来三个学习，咱大先来做祈祷。主阮的上帝，感谢你无限的恩典，赏赐阮伫今仔日这个教会教育主日，也是主日学的主日，阮通伫你的面前，通过细囝的服侍。看见阮家己伫你面前的关系，也互阮学习安怎诚侪一个上帝你所听的囝儿，通伫恩典的过程中间，阮日日进步，互主你所来采用。但阮要领受你的话语，求你甲阮三甲同在，互阮学习，互阮彼此勉励，互阮彼此来造就。感谢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要三甲用一个题目，毋敢若是主日学啦吼，咱是要想讲，咱兄弟姊妹无论是细汉呾会晓讲话，也是咱到像是咱的交往者已经102岁，咱一生拢是主日学学生。用这个理解，咱就知影讲，无论主日学也好，也是文道训练也好。这拢是伫主的听，伫主的恩典的角度内面，每一个上帝所听的百姓所爱得到的一个造就。这个造就毋是亲像世间咱伫即个学校你读高中、大学、研究所到博士，好像有一个学位，互你通感觉讲，即个会当到社会诚侪我的一个根据我通好。食头路工作参加各种方面的活动，有一个根据，毋是咱基督徒终身的主日学学生。这个主日学的意义是讲，我一生甲主的关系拢无断断啦。我一生拢伫学习的中间，因为我甲主迄个生命的关系永远无离开。所以，无说今仔日要用耶稣的两个学生，因的经历来讲起一个文道的操练是甚物款的迄个路径就对吼。咱的经早小等下咱做复习。但是要甲咱三个想的是讲，信徒甲文道是差伫倒安尼。平平外口人看嘛是讲恁就是基督教的即个信徒嘛。信徒甲文道到底差伫倒？你踏入来教会，你是信徒还是文道？这是咱要对这个学习中间，搁一遍，互咱较清楚，互咱较明白讲那安尼我要做啥？你有决心才有路用，毋是知识大家拢知影吼。那咱对2018年旧年开始，咱的教会开始新的一波啦吼，会当讲新的一个阶段的文道训练的工程。安尼表示意思讲，较早咱嘛是有毋过。咱到这个新的坎站，咱有得到新的一寡呼召，咱嘛有新的一寡材料，所以咱用旧年开始，搁做一个较有系统，招兄弟来参加文道训练。咱拢知影，一般伫社会，特别现在的各行各业，你的在职训练是非常重要的。有的即款的职业即工作，你若无在职训练，你较有名声、较大的即个能力，你无通过，你就无法度。比如咱像医生，亲像律师、工程师，侪伊拢爱有继续的操练。你还阁摕到新的证明，知影你有即款的能力。这是安那？这是咧表示一个国家，讲我即个国家，我的人才，伊的水准是到遮，伊的 level 到遮。
啊，若你无够吼，虽然你的名声足好听，但是毋是阮的啦，你家己的。特别医生吼，咱伫外国有诶名医哦，足出名的医生呢。啊，伫美国哇足出名，但是咱个台湾歹势，你要对头来，吼，你要合伫阮国家的规定。啊，遮个拢咱真了解的知识。啊，对伫一间教会，咱对新的阶段的门徒训练，咱有三个重要的即个理解。第一个理解就是讲，咱是要甲富强教会的会友，啊，咱要讲信徒。咱拢望栽培伊成做门徒，啊，不过即两字拄仔讲啊，到底信徒甲门徒差伫倒位就对啦吼。咱迄个范围，咱既然要做栽培，请会记得，咱毋是今仔日徛伫头前，才会鼓吹的细囝，做一落，因是对基础教育，因为因伫父母吼，父母的心意的内底，知影伊是上帝的囝儿，所以伊可能也毋是逐项拢捌，但是我知影讲，伫即个教会的主一落，这是一个真美好、属灵培养的环境。我送伊来学习，有可能懵懵懂懂、无了解、无清楚。啊，有时囡仔吼会发脾气，啊无啥要来，啊有时会甲爸爸妈妈唱反调，吼，啊有诶足爱来，吼，啊这个拢是因细汉过程的中间，老师用对上帝领受的祝福，啊来培养这个细囝。互因有团队的观念，互因有爱吟诗、爱唱歌，佮会晓祈祷、会晓背主祷文，这拢是一个基础的教育。但是这个物件是根本，毋是结束。咱你用常常想讲，啊，我著国小、国中主日都熟了啊，我著毕业啊，吼，啊，真可惜，有个人到遮煞转去，所以追求的心无去，特别是对细汉伫教会出入，因为咱著知影讲一句话吼，咱讲吼。伤靠俗去啊，啊，伤过习惯去啊，煞无去领受到迄个信仰心的提醒，啊，所以有真侪即个教会拢会提醒遮个对细汉伫教会成长的囡仔吼，先要伫即个青年的时阵，搁来做坚信礼，先著搁一遍仪式，啊，囡仔著洗礼好啊，啊，上帝著甲接纳啊，诚做天国的百姓啊。坚信礼重要的意思是讲。伊爱家己告白家己的信仰，伊清楚家己所信的上帝是谁，啊我甲伊的关系，毋是父母带我来，毋是老师压我来，是我家己领受的。所以，迄个坚信的重要，就是伫即个所在。啊，那安尼，咱即个范围，就是对主日学一直到专人的培育。啊，所以也是咱即2年来，咱推动门徒训练、门徒训练上期、下期，过来明年要上门徒大学，啊，即拢一段一段。啊，大家吼无分知识关系啦，嘛无分学历关系啦，嘛无分你身份吼，伫教会已经偌久啊，我拢对头来，因为我欢喜接受，这是一个顺服属灵的栽培。若是知识的了解，是我愿意接受教会所予我即个追求诚做门徒的一个管道。啊，所以方法就是伫遮，方法是在于讲对知识的教导啦，对册的认捌，吼，知识的吸收，要无够，爱到伫生命一个咱所讲的甲嵌印落去，烙印。什么叫做烙印呢？咱即马少年囡仔足爱迄个刺青，吼，刺青。有人真仔去请刺青师傅甲切下来，啊切来就用袂起来啊，吼。啊，有诶是爱带迄款刺青的贴纸，吼，啊用咧啊水水啊水水，啊即马洗洗就切去啊。烙印的意思，我知影讲，咱有真侪兄弟，你较早捌带装卡啦，吼。装卡较早咱饲牛吼，牛拢爱请迄师傅用一个铁啊吼，迄铁啊的烧铁，啊是一个记号，怎啊对头迄个牛的头壳遐，迄个门的所在来甲烫落去，啊怎啊一个旗伫遐，吼，啊是耳啊，啊咱知影较早迄猪就爱个迄个看猪耳咧，啊剪猪耳啊，反正就是有一个记号，啊这个记号永远袂消失。基督徒要诚做门徒，就是你一直甲上帝予你的调命，上帝予你的信息，上帝予你的提醒，
上帝互你的这个上重要的命定吼，你已经拢完全唔免阁想啊啦，自然就反应啊，迄个叫烙印。烙印就是表示讲我甲上帝关系是一个完全生命的关联，毋是人甲你提醒你才知，毋是讲有人甲你要求，也是甲你交代，是你家己自然的一个生命的行动。就像你做一个爸母，做一个妈妈，你袂想讲我今日闲闲忝忝阮的囡仔无通食，骨在意啦，我无用我是忝无爱你较安那艰苦，你讲我的囡仔今日早起还袂食饭，还袂洗身躯所以我爱甲款。你会用尽办法要互这样代志做好。基督徒甲上帝的关系就是这款自然的关系，一个生命的关系，毋是人甲你讲你才要做。那安尼，咱今仔日知影讲信徒甲文徒有啥物差别？信徒是知影有上帝应允，一切好，天国的福气有我知，但是常常是被动的啦。若无人甲你提醒，伊阁袂记去有也好，无也好，因为无明明看到嘛，对毋对？无明明得到嘛，所以你就眼前拖刷，若无就是讲有也好，无也好，无咧重视，无咧注意安尼，迄个咧被动啦。有时人甲你招一个讲佫热起来佫无偌久，因佫拄着天半，拄着世间的俗事，就讲这有闲才佫来啦，后摆搭我拍算啦。这叫做一般的信徒啦。文徒什么呢？文徒是伊直接参与上帝应允。上帝伫这个社会、伫这个社区、伫这个国家有甚物款的应允，我就是迄个执行者，我就是参与伫迄个应允的展现。所以你是领受呼召，你出去传福音，主甲因同工，像这圣经上所写，用新者对着因正式所传的道。什么意思？我要互上帝的道，上帝的福音得到实现。毋是讲上帝福音伫遮你就来做工来做工，毋是，我就是福音，我就是见证这个福音，我就是为这个福音来做见证，互人看到我就看见上帝伫我身上的应允。所以是安那，咱大家最爱听见证。是安那，足侪人有拄到真新约基础，伊祈祷得到应允，伊是安那爱要讲，因迄是伊文徒的心嘛。伊知影讲上帝做这个代志毋是偶然的，毋是凊彩的，毋是随便的。是真正要通过伊来证实所传的道理。所以信徒甲文徒差别，咱大家就了解。咱要通过耶稣两个学生，就是犹大甲彼得，来了解因文徒成长的路。文徒成长的路到底伊同款的伫倒，差别伫倒？我想咱来用一般，咱的学生今年要读1年的，入来读册的囡仔，大概差无偌济啦除非特殊的学生，若无伊的知识，伊对这个一般的领受拢差不多啦。但是后来会变好学生甲歹学生都无共款啦。伊的领受，伊的心智。伊家己有甚物款的追求，迄就无甲智能有关系颠倒是甲伊的心性、甲伊的习惯、甲伊对代志的价值的观念有差别。咱就是通过犹大甲彼得因两个成长的路来了解这项事，也互咱有一个真重要的提醒，咱。看见两个学生的成长的结果，来省思迄个来做学习。第一个犹大咱拢知影伊的结果啦所以咱是对结果来看伊的原因甲过程。犹大因为伊有一个偏差的心性，伊的心性偏差，伊来对耶稣平平是学生，但是伊的心偏差，后来变败坏，彼得呢？伊的心性嘛，无完全拢100%，对毋对？咱拢知影讲伊真冲动啦，个性真急，真赖，有话就讲。
即款人吼，成功啊失败敢差一线。若行往好的路，吼，伊咧做代志比人较认真、较拍拼。若行歹的路，吼，伫即历史上真侪遐个所谓的迄个贼头，也是遐个危害国家的遮个败坏的君王，拢是即款个性。所以虽然是安尼，总是好佳哉。伊到最后，互耶稣来甲伊调教，来甲伊医治，最后得到改变。那故事有大概大部分拢伫经节有清楚。我有引用经节，但是可能无法度一直读吼，互咱知影伊的意思。咱先讲犹大，犹大伊的反应甲结局产生什么问题？第一个，犹大的心性是哪？伊贪财，伊贪心，所以魔鬼的就留地步啊，甲魔鬼留地步伫遐。吼，因为伊都出发点有迄款偏差的心嘛，吼。约翰福音12章第4节，有伊的学生一个要卖伊的，就是加略人犹大。咱知影讲约翰福音这是后壁写的，这个代志已经发生啊嘛，所以伊就先甲写落来讲。有一个学生是要卖耶稣的，就对啦。就这个人，伊要卖，卖到底是怎卖呢？当时拄着这项事，就是讲有一个负责人摕迄个香油要来抹耶稣，香油拢倒出来，两个版本，一个是甲讲破玉盘哦，一个是规个拢倒出来，迄香膏拢安尼规个拢变出来就对。这个。要卖耶稣的犹大就讲：哎哟，啥事毋将即个膏油卖银啊300个来互送佣人啊？吼，听起来较像足有理吼，足欠。毋过伊目的是为着贪心，看到迄个膏油吼，会当卖遐侪钱，怎拍算去？伊想的是讲钱，若莫拍算去，伊用即个理由讲来真正送佣人，其实目的毋是安尼。第六则讲，伊讲安尼，毋是因为伊关心送佣人，即句话嘛是足清楚，甲伊心内的秘密拢摕出来啊！吼，即句话就是伊的心性的问题，因为伊是贼，佮管钱地，偷摕所下哪定？哇！伫伊的心性后来代志发生了后，咱讲哦，亲像一个挂显起来啦，吼，拢袂暗藏起啦，这是。犹大伊的迄心性的变化。第13章第2节讲，食下饭顿的时，魔鬼已经将卖耶稣的意思下伫加略人西门的囝犹大的心。你看，啥魔鬼无去下伫别人，要下伫犹大。犹大有较巧无？犹大有较戆无？犹大有较贫惰无？这拢无关系，是因为伊的心性毋对，心性行歪去啊，所以魔鬼就有碰落落来。这拢有一个因缘的就对啦吼。搁一节27节讲，伊受灭了后，撒旦就入伊的心。耶稣就甲伊讲：你所做的紧紧去做。耶稣已经了解伊到底是安怎，所以耶稣并无甲伊主动，也是叫伊学生家掠起来绑，对毋对？若知影伊要出卖吼，甲绑起来，也是甲关到房间，伊就袂做啊嘛。耶稣知影伊必须要行这条各摊的路，但是伊了解清楚，这个学生伊。入魔就对啦，魔入去内面，这是第一个心性的败坏。第二项，迄个犹大呢，伊原来有一个愿望嘛，落空啊。咱若是讲伊都心思歹，魔鬼甲入心，但是另外一个是讲，伊原来的期待，伊对主耶稣的期待有差别，差别无啊，就改做激烈的手段。有点好就是讲。耶稣无甲伊接纳，伊感觉讲对耶稣就开始种怨恨的心。有时咱嘛有一种是机会讲有时咱气到改成对咱的亲人有点仔要报复的心哦。犹大有这款的心态。拄则咱咧看到迄个经节内底有马太26章6节有写起
共款类似的话讲，耶稣伫伯大尼泰戈西门的厝有妇人人住玉盘，内面滴迄个极贵气的香油就滚伊，当伊坐倒的时，摒伫伊的头壳顶，学生看见，就受气讲，安尼就爱破费，有啥路用安尼吼？当主耶稣家做责备的时阵，伊心内头开始有点艰苦就对啦吼。艰苦慢慢，伊就行迄个偏差的路去啊。所以，什么代志递到犹大用30块来卖耶稣呢？吼，这是咱家己看到啊。原来可能伊只个小可贪小看，所以后来，但是因为伊甲耶稣的关系产生，耶稣对伊无接纳，甲伊责备，伊袂晓改变，伊袂晓反悔就对啦。袂晓想讲我到底做的什么毋对，是魔鬼甲伊激动讲这个耶稣免对啊啦，莫靠啊啦。你宁可走你的路较对啦，因为后来有人另外一个版本的解说讲，犹大除了贪财以外，伊对老师，伊所对这个老师的期待是，毋是亲像耶稣讲的要行上帝国，要传福音的，要救百姓灵魂的。伊想讲，伊想要对一个会当带以色列百姓来反抗迄罗马的帝国的政权，意思讲，真做一个咱所讲的迄个民族英雄的意思。伊对耶稣的想法讲，耶稣讲的甲伊所期待无共款。这个拢是后来伊卖耶稣种种的原因，拢是负面的。后来这个犹大呢，伊最后结局就是安尼，伊懊恼后悔，因为留无辜的人的血，甚至到尾掉头来自杀。马太福音27章第3节讲，迄时卖伊的犹大看见耶稣受定罪，就退货，将遐30个囡仔献互这个祭司头甲长老，佫伫遐讲什么？讲我卖无罪的货有罪啦。因讲，甲阮啥干涉？你家己拍算。意思讲，伊要摕钱献这个祭司头，想讲代志夫的，莫照安尼做好毋好啊？我钱还你啊，你毋通甲耶稣定罪啊！毋过这个祭司头甲长老讲，迄代志发生啊，水泼落地啊啦，歹收回啊啦，迄你家己拍算，你家己解决。意思讲，当人做毋对了后，你想要改袂赴啊？代志发生啊，要定来无效啊！咱人生真多事，有时咱是一时的生气，也是一时的一个错误。但是有的错误是袂当挽回，迄是非常的凄惨。咱一生就行无共款的路去啊！所以咱有时伤过靠稳哦，但是有真多事，你也知影讲发生了后，人的一生就无共款。所以犹大安怎讲，迄遐的囡仔伫殿里就退去，家己吊死。原来是一个门徒，会当甲主耶稣做享受天国的祝福。也毋过，因为心性的偏差，伊就行一条灭亡的道路、罪恶的道路。咱第二个要讲彼得，伊安怎成长的结果。原来彼得的心性嘛无人介好，因为咱看见圣经若要用较歹脾气、大声扫、急性，拢咧讲用彼得来做代替。咱知影讲有人咧研究人的个性，对吧？人的个性安怎什么个性，什么个性安尼？若讲到较冲动的个性，拢用彼得做例就对啦。原来彼得是真有血气，伊也足热情要听耶稣，毋过血气的听变做后来惊吓，因为真正拄到代志的时阵迄个血气就无啊，伊知影利害关系啊，所以就惊惊到最后煞毋认主就对啦。所以彼得3摆毋认耶稣，毋是突发事件哦。咱若甲看伊的故事的演进毋是干那彼得惊哪定，有点亲像咱拄来讲到犹大啊有点咧意气用事，有点甲耶稣切断关系，还是讲甲耶稣划清界限。
伊感觉讲啊，主耶稣我无睬我吼，啊热脸贴冷屁股，啊我定下要甲你热情，啊你拢甲我泼冷水，吼啊这是这个事，咱当对耶稣甲彼得的互动的故事来看到。第一，伊主动耶稣去受苦，啊毋过耶稣说甲责备讲啊你撒旦提去，哇这真正吼，咱咱做，咱嘛讲民主，毋知要对倒去啊，我咪起来啊，对毋对？啊，所以马太福音16章29到30讲到遮吼，啊，即阵咱就无读，伊讲耶稣有宣告讲伊要受苦，第3日告我就对啦。但咱看彼得安怎反应？彼得看伊责备伊讲：主啊，千万毋通啦！即个决断无要到伫你，这是个真正常的反应，对毋对？彼得讲：耶稣主啊，你毋通安尼啦，吼，啊毋通行即条路啊，这吼足牺牲足大个啦。但是安那耶稣甲应，耶稣活转身甲彼得讲：撒旦退去我的后面，你是我的头盖，因为你所想的毋是上帝的事，是人的事。讲啊较严重咧，撒旦咧，吼，伊个毋是讲，哎呀，你这毋捌事啦，啊，甲念一下，若是讲甲撒旦，啊，你知影伫犹太人的世界讲撒旦，迄是偌大严重的代志啊！表示讲，你讲的即个话吼，毋是出伫你的喙哦，毋是出你的心哦，是一个歹咪咧甲你控制的啊！哇，你看遐严重，但是彼得迄阵无了解嘛，无了解撒旦的作为嘛，伊想讲啊，我都热情好心要听耶稣，叫耶稣毋通去拄着即款代志，啊，你也互你骂吼，安尼开始心是毋是有疙瘩？你若伫学校老师甲你骂吼，你无了解，你会感觉讲这老师吼，我无了解我。你厝呢，爸母若甲你责备，啊，你无了解，你嘛是讲吼，阮爸母拢无听我，敢是我毋是你生的款，迄种意思啦。彼得的门徒的道路，就开始行一个对耶稣有点仔要听，啊，佫毋知要怎听迄种感觉啊。过来，甚至伊甲耶稣讲：我要甲你共死，做伙死，吼！即马原来是讲毋通死，即马讲啊，若袂我甲你聊落去啊啦。啊，所以马可福音遮有记载讲，耶稣甲因讲：恁拢要受杀害，因为有记载讲，我要拍木者，羊就四线。若是我告我要带成恁去加利利，啊，这话彼得沙无就对啦。听到讲会拍死安怎？啊，彼得甲因讲：正人虽然受杀害，但是我无安尼。意思讲，别人甲你搅扰、甲你主动、啊，甲你损坏，我绝对袂就对啦。啊，足有自信。但耶稣虽甲应，我实在甲你讲，今仔日就是伫今暝假期两日落的大升，你要3摆毋认我。耶稣直接甲伊讲破，伊讲，这个代志到尾发生伫你身上。但是耶稣安尼讲吼，彼得还佫毋承认呢。一直讲彼得真咧讲，我就拿着甲你死，我也决定无毋认你。你看，去讲话满对毋对？讲话足满啊，无人佫像你遐尔啊有自信啊，就对啦。啊，证人嘛甲附和啊，讲啊，即个袂啦，别人有可能，即个袂啦，啊袂就袂，啊真正代志发生啊。那伊讲要保护耶稣到底，但耶稣吼煞无啥领情就对啦。这个故事发生伫安那？耶稣伫即个克西马人祈祷的时阵，啊祈祷当个迄个这时头就带兵，因就有兵丁来啊嘛，啊要掠耶稣嘛，啊讲哦，有人，即个人就是讲彼得啦，伸手背倒，抬这时头的萝卜，甲伊耳仔下去，哇！啊，迄嘛是足冲动的就对啦。感觉讲，吼，你要甲阮掠阮老师，我就甲你拼吼。毋惊死就对啦，但是安怎呢？耶稣说甲彼得讲：收你的刀入原位，因为凡拿拿刀的要对刀死。哦，啊，我已经为你拼命呢，我抬这死萝卜的耳仔吼，可能我掠去关啊，掠去拍。啊，你竟然甲我讲吼，拿刀的要对刀来死，啊，等于到这个坎站嘛是对。彼得拢是一个阻止。彼得伊毋知伊的做法是违背耶稣的心意的啦。伊只敢若想讲，我的老师吼，我一直热情要甲你配合，啊，你哪会逐摆拢甲我泼冷水呢？啊，这是咱所讲的。
彼得到遮，若要讲伊受到的教示吼，哇，比犹大较严重，对毋对？耶稣是直接甲写的，你敢知影？吼，完全无咧留情面的啊！啊，毋过最后的变化无共款，甲犹大比较都无共款哦，吼。啊，咱看第二项，彼得想起主的话，讲伊就反悔啊，家己的行为啊。这是咩所在？都是耶稣拄则讲的啊，讲迄个二老的时阵，假提吼，啊，你要3摆毋认我，啊，迄时阵假提的时阵，主回头看彼得，彼得记得主的话安怎甲伊讲？今仔日假提的大声，你要3摆毋认我。伊讲安那？伊是出去外面大天口。伊敢若差伫讲犹大甲耶稣出袂去，但是彼得吼虽然气懵气呢，伊阁对呢，再去坐石头的迄个公馆就对啦。啊，去遐看看，阮的主耶稣到底互人掠去安怎？啊，是要互人安怎？互人拍遐，要互人骂遐，啊，要互人审问遐，伊还阁无离开呢。啊，讲起来嘛，真好打，大家温度拢走了啊，敢若伊呢？啊，讲起来，就是伊心性吼，是有血气若定，但是心是正的。啊，所以伊讲着去外面踢球啊，因为伊知影讲啊哟，我的主吼，甲我看透透，对头壳看到头尾啊啦，拢看透透啊啦。啊，真正后来呢，彼得吼家己见笑啦。第三项，这个事件耶稣受定死了后。伊感觉无立场，搁去传耶稣啊！讲我即个学生哦，实在是足闹气的。我当然好势，搁讲我的老师是耶稣，怎啊密起来，对毋对？密起来安怎？只好搁倒转去做伊的原事业掠鱼啦。哦，掠鱼对伊上内行的啊！我对耶稣相当哦，啊对吼，无睬我。哎呀，即个学生哦，实在是足闹气的，就对啦。啊！我连耶稣我都毋敢认啊！啊，这打好意思，搁讲我是耶稣的学生。你若是一个老师，啊，对头带你到尾，特别是遐有技术的、遐研究的，啊，研究到最后吼，你甲你的老师吼冰倒，你甲好意思讲啊，我较早是某咪老师的学生安尼。昨昏我甲谢牧师专工去到台中，去参加咱台湾出名的神学家吼。宋传成牧师，伊今年拄啊90岁，昨昏拄啊90岁，10岁哦，90岁生日。哇！各地100-200人后对美国转来，对日本来，就是要为着要甲恭喜祝福。因为宋传成牧师是咱台南人，是咱即个东门教会出身的，啊，伊诚做世界互人安尼肯定的神学家。啊，伊吼台湾人用英文写神学的著作。啊，互世界的人拢家肯定，啊，实是足无简单。啊，所以哦，阮甲谢牧师啊，较足侪，看起来我都已经中年以后啊，啊，毋过啊，佫有比我较资深的，拢是伊的学生就对啦，吼。啊，大家感觉讲足荣耀，讲啊，我足幸福的，咱诚做宋传成牧师，伊捌做过咱的院长，吼，做学生，伊感觉讲诚荣耀嘛，所以毋才会去甲庆祝、甲庆生安尼。但咱的即个必定吼，我讲哎呀，我无面子，我毋敢讲我是耶稣的学生，毋是伊的老师歹，是伊家己做了无好嘛。啊，所以咱看见即个经战吼，就是讲啊，这代志了后，耶稣伫迄个提比利亚海，就是加利利海出现，啊，就讲起即个代志，讲有一个西门彼得、多马像即地托马、加利利的迦纳人、拿但业，对即个人就对啦。西门彼得甲即个学生。讲第3节，彼得甲因遮个同学讲啦，吼，甲遮学生讲，我也要去讨鱼啦。伊无讲我要去传福音，我要去传耶稣，伊歹势讲啊。啊，讲因遮个学生嘛，甲彼得讲，我也要甲你去，所以就出去上船。迄暝无掠着啥物，哇！啊，掠鱼人掠到什掠无鱼啊，嘛真闹气就对啦。啊，所以两边拢是。对耶稣对袂好势，啊！只要转来我家己的老行业嘛，做无生意，啊，当要安怎？耶稣出现啊！耶稣出现啊！啊，这是咱今仔日读的经节的一个关键，吼！耶稣出现伫提比利亚海边，
学生哦垂头丧气，因为掠无鱼啊，你若无修成，你哪会欢喜，对毋对？啊，所以咱若回顾彼得的这个故事，伊心路历程就对啦。彼得接受耶稣的医治，原来彼得无法度体会耶稣的疼，所以颠倒经历3摆，耶稣甲责备伊无理解，啊，所以真就甲伤害嘛，吼啊！老师无学到学生哦，迄学生足在意的，你敢知影？啊，我考100分，老师无甲我学到，啊，学到迄个60分的同学，因为这个同学较早考30分，啊，即马进步30分，安尼我甲学到，啊，我考100分，你无甲我学到，哇，安尼就对老师有点啊，安尼感觉讲心里不是滋味的对啦，吼，大概这个意思。第二项，后来彼得心内受伤，所以咱讲，魔鬼有搅扰到伊无，这有可能，但是嘛，咱用咱的这个心理学的研究，吼，人甲人中间的关系，伊有可能对耶稣有点啊安尼气着啊，就对啦，意气用事啊啦，啊，所以无要认耶稣，毋是惊尔，伊是毋认耶稣，啊，所以咱看去最后主安怎接纳这个彼得，伊3摆表达对彼得的接纳，彼得3摆毋认主对无？但是耶稣佫用3摆来甲挽回。第一，伊用关爱怜悯的眼神，吼，伊看彼得讲：“你有食早起无？吼，你甲疼你甲关心呢。”第二，伊关心现实的生活，啊，你钓鱼无？吼，啊，无鱼啊，你今仔日都加了白了的啊。咱知影后来耶稣讲叫伊过去掠鱼，就掠足多嘛，吼，啊，过来招伊做伙食早顿，吼。耶稣拢无甲伊讲你做毋对，拢无用实际的关怀甲疼，互彼得知影讲耶稣根本无在意你做这毋对啦，做这反对啦。啊，所以第4项，耶稣互彼得3摆，咱叫做内在医治啦，内在医治。因为彼得回应主，啊后来就跟对主，伊受托。最后这个原来是无啥合格的学生，说耶稣重用伊，啊，所以你就知影讲，啊，白白犹大，啊，白白彼得，差伫倒？差伫反悔时间毋对啦，对毋对？犹大后来嘛有反悔，但是袂赴啊，因为伊甲耶稣交互一个有势力的这个祭司头，祭司头讲，迄无我的代志啊，吼，迄交易成立啊，啊，无咧反悔，你退钱嘛无效，无咧退回啊就对啦。但是呢，彼得，伊搁一遍伫主的面前悔改，啊，所以伊就受托来饲主的羊，伊写记来背十字架。咱看见耶稣安怎问伊，讲因食早顿了后，耶稣问西门彼得讲：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赢过遮的无？伊应讲：主啊有，你知我有听你。耶稣甲伊讲：饲我的羊仔囝。你第一遍甲问，第二遍佫甲问，讲。你有听我无？伊个应讲主啊，有，你知影我有听你。耶稣佫讲饲我的羊。第3遍，第3遍佫甲问，约翰的囝西门，你有听我无？兄弟姊妹，你甲想讲吼，共款的话问3遍，什么意思啦？吼，是鱼缸听无着呢，还是边仔海风伤大听无着？毋是嘛？耶稣有特别的意思啊，知影讲我要佫一遍接纳你，你肯定回答我。你若肯定回答我，我就是继续使用你。啊，所以第3摆彼得就安那甲因吼，彼得讲心内有点仔碍叫，讲怪怪，啊就赶紧甲耶稣讲主啊，你逐项拢知，你知影我有听你。意思是甲较进前无论什么情绪的反应啥货，伊讲耶稣啊。老师啊，你知影我的心啦吼，你知影我听你啦。耶稣佫讲，好，你若听我，吼，毋免安那表达你听我，安那讲都无效，你饲我的羊仔囝。兄弟姊妹，你会知影什么意思无？耶稣将迄个重要的责任交我来伊，毋是要互伊证明伊听耶稣哪听，是你用你的行为，用你的行做，然后行一条永远行十字架路。啊，咱本来主日学生吼，因咧练台语吼，
本来牧师是互因读到19节啦，吼，是讲互因读伤久吼，惊伊教着字安尼吼，所以教19节比17节就好安尼。18节到19安尼写，耶稣讲吼，你过来要行一条吼牺牲的路呢，要行一条十字架的路呢，要互甚至到死无的路，要为主来牺牲，你要行这条路，生我囝是小事啦，你要为着我放弃性命，即款的严重。所以咱若看见最后一则圣经就讲，马可福音第8章34节，耶稣安那招伊学生讲，然后耶稣教群众甲门徒叫我来，对因讲，要跟我的人，就完全否定家己，拿家己的十字架来跟我。兄弟姊妹，咱要对这两个门徒的反应甲学习，来学习讲，咱真做门徒的关键是在佗位，在你的心性。你对主有啥结连无？你有愿意互主甲你调教无？你有愿意互主安尼，甚至甲你打脸泼冷水？你有讲主啊，是我爱改变，我要互主采用。必定就是一个成功的例，犹太就是一个失败的例。愿咱通过这两个学生因的转变，咱家己省思咱家己甲主的关系，